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收睇樂天匯市攻略，我係今日嘅主持人 Sunny。咁今日呢，就想同大家分享有關美元最近嘅表現。咁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最近嘅匯市就美元呢就全面走強啦。咁而美元對日元呢就逼近翻150嘅水平。咁大家可能都有睇完個 slide 都會有相同嘅感覺啦，就係沽美金呢好似真係都比較辛苦咁樣。好，咁提大家啦，大家如果可以未subscribe 翻呢個頻道咧，可以撳翻訂閱嘅按鈕啦。咁亦都如果係喜愛節目嘅龍咧，都歡迎俾翻個 like 我哋。咁自一個月前嘅傑克森霍爾嘅會議入邊呢，咁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呢就轉向一個鴿派嘅立場。咁亦都咧喺9月咧就決定進行咧今年嘅第一次嘅減息。咁全因為咧8月嘅就業市場嘅數據咧就急劇惡化。咁市場咧原先咧就預期咧美國嘅利率咧會大幅下調啦。咁最終9月嚟講都係減咗0.25厘嘅啫。咁0.5厘咧減息咧幅度只係得1票嘅支持啦。咁可以想而知，美聯儲嘅多數成員咧對未來嘅減息咧仍然抱呢個謹慎嘅態度。咁而昨日啦，9月25日啦，咁美國公布咗失業救濟申請人數啦，咁連續2週就低過預期嘅。咁而美國嘅第二季嘅 GDP 亦都上升。咁可想而知就係即使個就業市場放緩啦，咁但係咧就未去到好惡化嘅情況。咁經濟咧仍然係強勁嘅。咁而美國嘅長期利率啦，同埋美元咧都上升。咁回顧翻呢一個月嘅走勢啦，咁即使就業市場減速，美聯儲減息都好啦，咁大家可以見到就係美元咧仍然咧好難咁樣持續走弱啦。咁多次咧喺嗰個做空嘅美元入邊咧都係反彈翻。咁可以見到咧就係美元咧似乎咧就進一步可能有個反彈嘅機會。好，接住落嚟咧就睇一睇美元對日元嘅昨日嘅走勢。咁美元對日元咧昨日咧係以大概147.96開市嘅。咁由於咧市場認為咧鮑威爾主席咧對於2026年嗰個減息咧就持一個非常謹慎嘅睇法啦。再加上咧尋日公布嘅美國經濟數據咧就表現良好啦。市場普遍認為咧都無需咧就大幅減息嘅。咁令到咧美元對日元咧就上行啦。咁咧最高價咧係上升到149.9啦。咁接近挨近就150嘅水平。係啦，咁睇翻成幅嘅走勢圖嚟睇嘅話咧，咁美元對日元咧仍然係一個上行嘅方向嘅。咁現時嚟講咧就睇翻上一次嘅高位咧150.92，睇下可唔可以升穿翻呢個高位。好，咁今日預期區間啦，美元對日元咧嘅上方目標係150.35嘅，下方目標咧係148.65。咁今日分享到差唔多為止，咁再一次多謝大家收睇。咁如果大家對於我哋樂天證券香港有任何嘅查詢或者建議嘅話咧，都歡迎咧可以致電啦，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。咁下一次同一時間啦，再同大家分享。拜拜。